播放清单。及韩必是实地盈余。有声书了，26史的全文。那个随书的，应该是在北周书的后面，周书的后面。播放清单那个影片缩图上下调整顺序，现在要往上，要按哪里呢？按最左边有那个等于2条短横线，像数学题目那个等于。发现有重复的嘞，所以要上传以前要先检查，先搜寻，以前重复的就会被停掉。最近重复的我们都没有被停掉了。这个档案都很大了，11个多小时，或者是这个不是，这个是3个多小时了，在这05之一。这个用巴拉波卡逐字念的程式来制作的有声书，中英文都可以混读。那个破音字啊，破音字就会念错了，没有办法十全十美了。就拉住然后向上移动，就从那个自己的频道进来，按媒体库，然后按播放清单，再找到以后按进来就会看到左边有短横线了。